检密再打过来，确实的图能信息了这呢，看到没得吧？就可能文字起个吧，印度在呢，图里样文字写下吧，的特别登记嘛的了，当地用过嘛了，登记嘛的，是真正印度官巴卡这个娘说写下吧的，真正看个说这个都是下不嘛到，我那他那个这个但不写入你个他那真推下个真正下推考过其他的，是真正印度他。啊，在检密库样的事情上，就写这个要的，第一的，当我那他那个团白拍了呀，就下啥这个，告诉我这个普通教授有的不是，他吃个要嘛的，对买了印度啥呢？但那时候都看来是了嘛，我当下个那时候就当人不能吃了以内的，拍把囊啥了以内的，我当下这个那时候单单吃的要的，对拍把几个嘛的，啊，在加拿大用对吧？巴斯拉本来那俺老家个，啊，都入驻都是吃的。台大谈啥个？第二入驻的这个得写个多啊！加拿大拿了呀，水手可样轻要的是能轻要的是，因为水手可样着实的，半小个第三拿了呀，水手可样轻把的嘛到70个第三拿了，水手可样轻要嘛的是。是真正印度啥呢？70半小个第三拿了呀，水手可样着呀的70个，当70个往下，他们着呀的70个往下，他们着呀个同大了呀，半小个第三拿了呀，然后这边人嘛到。下差个团呢，半小个第三拿了，然后再把马的事呢，检密库样子看的写多啊。是加拿大了，加拿大嘞，你就这些呢，可能我都打进门了吧？听懂啊？是真正印度的单单个样子啊，告诉嘞，但这个天差的，看到那时我有那时第的，俺这边的同学，这有同学是以内，第一的看到那时告诉嘞，我出个人了，第一的他那钱，俺是。社会说有那个拍拍出地的写不起过的，哎，你去啥话讲的是呢？的，本来见面都投不赢呢，哎，俺这地的写投穷了要我了吧？初报销的写个要的，初报销写完可多了，对嘞是。初着从当不的当要嘛是俺就谁要嘛的，单单当有就是的，因为怕打了心，俺就娘啥钱要的是，是吧？你看第一这个初是他呢，哎，第一这个识他了，俺就大概那些个本来没说。平民啥呀？出个难呢？检密来吧呢？进入集中国家，就是特殊是怕了呀。俺这不都俺说呀，没西呗，但检密来呗，检查呢，没西些清不的，长个东多了，俺这判下了，就是特殊判下，两俺说东多来吧的前边人呢，民不中人是许多啊。啥呀？这当不民，他是许多啊。弟弟没少清不是吧？俺说没少人了呀，本来检密我呢，当了中国穷了，这来俺说人当个要了吧，是吧？是真正印度啥呢？我那啥呢？俺说陪女婿娘家亲辈，女婿第一产的上大本营呢，但听不清对年毛的听不清我被家大当大当本营呢，还来没多啊？咋我陪检密了马他是吧？汉巴现在什么下不去了呀？我说这个大家的，包括了天是吧？我那想呢？因为马些差大个群，你写个要的嘛到，我那现在这得买吧，用心买吧。在真正印度，俺说单单地的，俺说写过多啊，俺说写不团的，当俺的了呀，你到底人不的，俺说这吧的，70个那时的这人，那时当人过去查这个要的，真正印度谈了8个，俺说就再来我如果他加起来他，那么忙的是你结果还是这些呢？啊，你按照他写的我的对。